今年高溫高濕，蟲害多，做嗰日冬至前後嘅呢，你大家呢就要檢查你個荔枝樹，睇有紅蜘蛛冇？紅蜘蛛危害就好嚴重，就喺佢個荔枝葉失去佢個光合作用，估到個呢就係紅蜘蛛嬲過嗰啲葉片變紅。你大家有好多人冇識紅蜘蛛成乜樣，我就拉大個鏡頭俾你大家睇一睇。估中個，估一個呢就係紅蜘蛛，白色個就係呢個蛋，紅色個就係紅蜘蛛，就嗰啲索個葉片個汁，嘅對個荔枝樹呢個危害呢就好大。而今呢，你一有個呢，就係馬上噴死嘅。如果一係噴紅蜘蛛呢，就係底面都係噴汁。即係噴紅蜘蛛用咩藥呢？就用嗰隻突滿靈。如果有介殼蟲個，你就加嗰隻濕塵蟲落去噴死嘅。噴古爛個蟲到個花7到35公分長個時候，又要殺一輪蟲，因為個蟲呢到呢陣仔呢有好多蟲佢來咬花。花7到35公分長個時候，就要殺一輪蟲。殺蟲呢就要補棚，加嗰隻荔枝綠眼專用流體棚落去，撈到係噴，使到佢個花枝粗壯，花粒飽滿，提高佢個坐果率。即係講做個35公分長股照呢，就放輕一啲，就喺個荔枝綠眼專用流體棚，100斤水就放到35毫升，咁樣噴落去就得嚟，就冇使噴咁濃股照。你大家一未買到，就做個視頻下方咧點開嚟買，一支就打1000幾2000斤水得到。